靈擺呢家嘢其實好得意，好似你嘅能量探測器咁。當你想知自己今日夠唔夠精神，有冇叉足電，可以拎住個靈擺，專心問我而家嘅能量水平係咪合格，跟住睇嗰啲佢點擺。如果佢大幅度順時針轉，即係話你能量爆棚，夠能量去做嘢同應付日常。如果佢只係咁慢吞吞或者冇乜反應，咁就大鑊啦。可能你成日捱夜，壓力大，搞到能量低過正常值。仲有，如果你平時都係咗一晚早一晚睡，又或者整日都冇精神，你可以拎住靈擺，全神貫注地問我而家咁嘅精神狀態是否合格。如果靈擺逆時針旋轉，代表你既冇精神又冇力。但如果你反方向扭下佢，即係令靈擺順時針旋轉，你就有可能會突然醒神，重新打起精神。另外，如果大家想提升自己嘅運勢，可以拎住靈擺，集中精神地問我而家嘅運勢是否合格。如果靈擺由逆時針突然跳到順時針，就代表你的運勢由低谷重回正軌，亦即係有好事要發生啦。當然啦，如果佢由順時針跳到逆時針，就代表你近期可能要承受唔少情緒上嘅壓力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嘅情緒變化，保持良好嘅心情，以免影響到其他方面嘅發展。試過有客人做完呢個測試，先知自己長期虛耗緊，跟住調整作息同食補品，靈擺即刻生猛晒。所以大家唔好怪靈擺喺手，因為佢只是照實錄啊。記住，能量夠唔夠，直接影響運勢㗎，定時 check 啦，穩陣啲。各位，今次嘅論點真係好重要啊！我估一定有好多人都唔知，但凡你精神上、情緒上有唔舒服嘅地方，都可以睇下你係咪脈輪出事啦。而家我哋就用靈擺去 check 一下你哋嘅脈輪，一分享下咩方法最快最準。呢度要提醒大家，如果靈擺係直嘅，就代表你咁啲地方係通嘅啦。如果打橫又或者係其他角度，都代表呢度有堵塞啦。所以呢度我喺每一個脈輪位拎住靈擺，問下大家呢個輪有冇塞啊？我估呢度一定要拎住靈擺再仔細睇一下，唔同脈輪會有唔同嘅堵塞方向。第一個就是頭頂上嘅頂輪，頂輪堵塞通常會讓人覺得腦袋發悶，思考問題很困難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嘅靈擺打橫在頭頂上方，那麼你就需要多花時間來冥想放鬆咗。另外，頂輪堵塞還會影響人嘅創造力。如果你最近總係感覺靈感枯竭，不妨試試睇下呢個方法能不能幫到你。第二個係眉間輪，也就是我哋常講嘅第三隻眼。當你嘅第三隻眼堵塞時，就說明你容易對別人產生懷疑，並且總係喜歡挑別人嘅毛病。呢個時候你可以多出去走走，增加閱歷和見聞，讓自己嘅認知更加開闊，咁樣就可以打開堵塞嘅第三隻眼啦。第三個就是位於胸口嘅心輪。如果你最近經常感到傷心難過，甚至唔願意與他人進行情感交流嘅話，那就說明你嘅胸口處出現咗堵塞現象。呢個時候你需要做嘅就是多與他人溝通交流，釋放負面情緒，只有咁樣才能夠打開心輪。第四個係位於腹部嘅太陽神經叢輪。如果你經常感覺自己冇主見，做事優柔寡斷，那就係唔係太陽神輪出現堵塞啦。呢種情況下，你要學會獨立思考，唔好害怕承擔風險，喺面對事情嘅時候能夠果斷做出決定，咁樣才能讓太陽神輪變得暢通無阻。第五個就是位於小腹處嘅海底輪。如果你總感覺自己缺乏安全感，或者係經常為工作擔憂，那就是否係海底輪出現咗堵塞。呢個時候你應該學會讓自己靜下來，然後把心裏嘅焦慮全部傾訴出來，咁樣才能夠疏通堵塞嘅海底輪。唔使睇啦，你仲要等我講咩？
就係靈擺啦。好多姊妹都問我有冇方法可以淨化身體唔適合嘅能量，其實佢唔係法術，真係好簡單易學嘅工具啦。你知啦，出街食飯、搭地鐵，以至同負能量同事吹水，都會吸埋啲污穢能量。我哋呢個世界充斥着不同嘅負能量，包括怨恨、嫉妒、痛苦、焦慮等等。咁嘅負能量會令到你心情煩躁、睡眠質素差、容易感冒等等。而靈擺最勁嘅功能就係幫我們大掃除了。你揾支好靚嘅靈擺，揸住佢由頭到腳 can 全身。如果佢突然喺某個位打圈徑轉，即係嗰度積咗負能量啦。例如胃部可能係焦躁，肩頸多數係壓力。之後你可以叫靈擺逆時針轉，將啲黑氣抽走，再順時針轉補返乾淨能量入去。有客人試過清完之後，成個人輕晒，話原本膊頭好似孭咗嚿石，清完即時鬆晒。記得每個禮拜至少大清一次啊！尤其係經常出入醫院或者人多嘅地方嘅人，因這些地方特別容易積聚負能量，一定要定期清理啊！而且靈擺亦可以用來問白，只要揾到一個安靜嘅地方坐定，然後揾一支靈擺放低，放鬆自己，專注呼吸，然後問你一個問題，例如我今晚食咩好？當你揾到答案後，你可以揾靈擺掃一掃自己，然後重新開始問第二個問題。清完垃圾梗係要入貨啦，靈擺唔係得把口，仲識幫你叉反啱頻道嘅能量。例如你成日冇心機，你可以揸住靈擺講，我要充滿活力嘅太陽能量，跟住睇佢點轉。順時針代表收到貨，逆時針即係你個狀態未 ready 啦，可能要先瞓多覺。仲有啲人需要溫柔嘅月光能量或者保護型能量，靈擺會自動調頻。試過有客話注入完之後見工都醒神啲，HR 都問佢係咪飲咗紅牛。大家一定要記住我的所方法，這是我最近一直在用的靈擺，真的是我的好醫生啊！但是呢，不要去問一些像我一樣的敏感人適合做什麼工作之類的，因為它不是非常準。而且啊，靈擺是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使用的，只要你有疑問，都可以通過它得到答案。它就像是你的私人占星師，能回答你的很多問題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不知道未來的方向在哪，就去買一個靈擺吧。相信我，你一定會驚奇地發現自己以前竟然是如此的迷茫。